华新政府上任了后，法务部长陈明谦头一届去立法院质询，有针对诈骗，嘛有讲要处理诈骗。若是呢，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去立法院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，希望立法院爱支持打击诈骗新司法。要过咱国内诈骗集团同款是真长手，有人利用邮局的名义甲民众骗，甚至阁有人是走去国外专工去做诈骗的工课。就是这张招领单，互警察电话接袂停，内底写配送无正常，赶紧打电话互专员。然后民众伫内顶面接到邮局发送这类通知的信息，民众拢打电话来问讲，这到底是毋是有问题咧？假冒邮务机构投递公文书那上面就会写诈骗集团成员的手机号码，用来诈骗民众，像姓名、手机电话号码等个人资讯诈骗集团脑筋动真紧，骗到外国去。警方专副部长来攻击，查缉的主嫌这对翁仔某分别有帮派甲政党的背景，甲干部这诈骗组织合作，甲手下面11名干部成员涉嫌送到当地机房，对后面的人士来进行感情的诈骗。先以帮派及特征政党名义，吸收成员，并以薪资优渥，每月月入10万元，将这些成员带往东南亚。查起问题已经真久一天无解决，民众拢陷入这危险。虽然新任的法务部长陈明谦在头一摆以新身份来质询，强调打击诈骗已经到上游核心，严格立委明显是无满意。真正家纸，迄只猫的家纸一直咧生卵，迄只你唔甲拍好死，下底遐细只家纸安那拍嘛拍无死，拍死嘛无路用啊。通缉犯可能是诈欺犯的车手，或者是相关的关系人。他们在通缉中，他们的账户有没有被控制？没有。有立委建议各类口座监控拢要搁强化，要立委积极打击诈骗，无对症落药。大部分家掠下骹手的，就算司法审理当判比例拢无悬。因为诈骗这个困难的问题，也正是新政府需要打击的重点。是刚刚谈的状况怎么样？以及是不是有触及那个打诈新司法，希望可以立法院赶快通过。杜英泰接任行政院长了后，日调讲到立法院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，希望立法院赶紧来通过这个打击诈骗新的4个法案，这相关法案，因为诈骗真严重。新政府5日空就任了后，会交出什么款的打击诈骗成绩单，真需要各界关心甲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